嗨，大家好，我係 Stella， 我哋一齊嚟探索塔羅牌嘅世界啊！中意呢條片嘅朋友，請你訂閱我嘅頻道，俾個 like， 再撳埋個鐘仔，就唔會錯過我將來嘅新片噶啦。多謝晒！大家好啊，好耐冇見啦！喺我哋今集正式開始之前，想提醒大家記得 follow 我嘅 Instagram 啊！平時我會喺度分享每日嘅塔羅感想同心得噶，多謝你哋一直嘅支持啊！好，等我哋回顧翻之前嘅內容啊！我哋之前解釋咗大牌 Major Arcana 嘅結構，愚人旅程所帶出嘅精神故事，象徵靈魂層面嘅覺醒同學習。而今集開始，我哋會踏入另一個領域，就係 Minor Arcana 啦。佢哋代表住我哋喺日常生活之中一層又一層嘅經歷，同埋隱藏喺現實背後嘅種種挑戰啦。首先要記住嘅係，細牌 Minor Arcana 一共有56張牌，佢哋分成4隻花。佢哋分別係權杖 Wands、聖杯 Cups、寶劍 Swords 同埋錢幣 Pentacles。而每一隻花呢，都有自己嘅象徵、氣氛同能量啊，仲會對應住唔同嘅元素噶。咁我哋一齊簡單睇下每一隻花啦。權杖 Wands， 權杖係代表住火嘅元素，象徵住行動力、創造力同埋熱情啊。當你抽到權杖牌嘅時候，通常係會同事業、目標或者內在動力有關噶，佢喺度提醒我哋要有勇氣去實踐夢想，唔好淨係諗啊。聖杯 Cups， 聖杯係對應水嘅元素，象徵住情感、直覺、關係同埋愛。聖杯講嘅係我哋點樣感受世界，點樣愛人，同埋點樣處理內心情緒啊。當你抽到聖杯嘅時候，可能代表住感情狀況、情緒變化，或者你內心嘅流動。寶劍 Swords，寶劍就係屬於風嘅元素，象徵住思想、真理、溝通同挑戰。寶劍講嘅係理性同判斷力，有時都會涉及衝突、決斷，甚至痛苦嘅真相噶。佢通常喺度提醒我哋要用頭腦同智慧去面對困難啊。錢幣 Pentacles， 錢幣就係對應土嘅元素，象徵住物質層面、財富、健康同實際成果啊。錢幣講嘅係點樣建立穩定、安全嘅生活基礎，佢通常係提醒我哋喺精神層面之外，現實生活都需要打理同經營噶。每一隻花入面都有由 Ace 去到10嘅數字牌， Ace 代表一個旅程嘅開始，一種新嘅能量，去到10就象徵住嗰段旅程踏入完成嘅階段啊。另外，每隻花仲會有4張宮廷牌，侍者、騎士、皇后同埋皇帝。你可以將佢哋想象成4種唔同嘅人格原型，反映一個人喺面對事情嗰陣會呈現出嘅態度、狀態或者角色。例如，侍者通常代表住新開始、學習；騎士就係行動力、衝勁；皇后反映成熟嘅感受力、情緒智慧；皇帝就係掌控、領導力同埋方向感。其實可以係咁諗，大牌嗰部分係靈魂層面嘅旅程，細牌嗰部分就係日常生活裏面嘅故事。大牌就係人生意義，而細牌就係生活細節，佢哋一齊合作就係一個完整嘅人生地圖啦。好啦，今集就講到呢度啦，下一集開始我哋會深入啲講每隻花嘅數字牌可以係點樣理解，同埋示範下占卜嗰陣遇到細牌可以點樣解讀。多謝你哋今日收睇我呢條短片啊，希望你哋鍾意啦，我哋下條短片再見啦，拜拜。